沈不言，你真可恶，让我等了这么久，太可恶了。不对，他是明事理的人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如果你执意要杀他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可我若不杀他，该怎么拯救未来的你呢？可他当年也不能说走就走啊，一点儿也不坦诚。可说不定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我既不想你现在伤心，又怕你将来难过。若次次重逢须隔数年，生生再见又皆是诀别，这对满心欢喜的你来说，是否太残忍了呢？我终于明白，上一次你为何要瞒着我了。难言之隐。你消失这么久，这点小花招就想让我原谅你，想得美！都这么晚了，沈公子弄这些有的没的，还不如早点休息了吧。你消失的这3年，对谁都是这般的花言巧语吗？我可不信，我见你，见到我也没那么高兴啊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陆远，你放手！放手！对不起，放手！对不起，放手！对不起，我让你放手！放手！我不走了。我们回南梦湖吧。昨天上巳节我太扫兴了，明日咱们回南梦湖踏青，我给你补过个节日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会突然？你不想回家看看吗？以后每个上巳节，
我都陪你好好过。你要说话算话。小姐，陛下已经收下主风车了。陛下是答应见我了。15日后，镜花楼，陛下会来听您演奏箜篌。阿诗归期未定，说服陛下在此一举。若真的是全民皆兵，大举北伐，以圣国现在的国力，必定会是一场浩劫。可是小姐，陛下之前就有意让您入宫，我怕这次……好了，切记，不许跟沈公子说一个字。是。以华，现在这么体贴，早干嘛去了？以华，你们家小姐可说过喜欢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家小姐的如意郎君嘛，自然是才貌双全、孔武有力、上得厅堂、下得厨房。像你这种文文弱弱还动不动失踪的坏男人，你说的可当真？当然啦，我们家小姐什么都跟我说。小姐，我们到了。来，陆渊，我一定会让你留在这里。我们结庐南梦湖，从此不问世事，远离纷争。自从去了江都，每年只有清明节才能回来。这次与你一起，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过。却又好像什么都变了。抓到了！我抓到了！干完活那么久了，肚子都饿了，你慢死了。这还慢？你看2条大鱼呢。想把小姐从我手里抢走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时候成你家小姐了？我们两情相悦的事儿，之前一直是我陪着小姐的，你在哪儿？我，之前是你，之后就是我了。走着瞧。最顶级的食材啊，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最普通的草鱼，往往需要最得劲的调料。你这口味太重了吧？和葱，你是魔鬼吧？香菜，那香菜放了还能吃吗？还有酱料。啊，这是我带的盘子，不给你用。哎，小姐，快尝尝。尝尝我的。我给小姐做了这么久的饭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她最喜欢吃什么？怎么样？小姐，这可是镜花楼大厨的秘方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香菜。虽然镜花楼的饭菜精致可口，但是我更喜欢南梦湖的粗茶淡饭，更有生活气息。
小姐真偏心。你做的也不错啊。粗茶淡饭，看来陆渊是愿意留在南梦湖的。他不会成为我记忆中的那个陆长公。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他背负，更不会被皇后之位所累。陆渊就是陆渊而已。我们就这样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。我们不居高临下，我们就走在街上，正如你希望的那样。这里僻静清幽，风景绝佳。要是能多棵花树，就更添色彩了。沈公子，你忘了，这里原来是有棵花树的呀。当年我们搬去江都，家中无人看管，小姐就把花树给移走了。哦，时间太久了，我一时忘记了。沈公子，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许愿祈福啊！南梦湖也没什么寺庙道观，如何祈福啊？挂牌许愿不是圣国自古流传的习俗吗？可我们从未听说过有这种习俗啊！啊？挂牌许愿啊，是九国时期流传的习俗。许个愿吧，5元一次。沈先生，您也要许愿吗？不用了，我从来不信这些。这景点营销手段有点过分了吧？古代没这个习俗啊。沈公子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哦，这就是个节日仪式，我出游的时候见过，有的地方还要银子呢。许愿还要收银两，那愿望没实现的话，会把银两退回来吗？心诚则灵，这就是个念想。给。小姐，你准备写什么？哎，不能说，写好了之后要高高挂起，谁都不能看，挂得越高，挂得越久，愿望才越可能实现。这样啊，愿陆大哥早日成为大将军。好，我的大将军。你转过去。我不看。我要改变陆渊的命运。他会和我许一样的愿望吗？我们一直走下去。你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，方才吹错了几个音。可我能从你的错音里面听出你有心事。什么？是你告诉我的。宫、商、角、清绝、止、语、变宫，每个错音之间都指示着《诗经》上的某一个位置。你是说，从错音里传出信息？不过听你的错音无可寻迹，没有什么意义，可能只是心不在焉罢了。是。
干嘛？有情才能饮水饱，我饿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先去做饭去了。那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想问问你，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我想要简单、快乐、自由，不求大富大贵，有家人相伴相守，那便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家人。你、以华、陆石，都是我的家人。那你呢？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，从上学开始，就想着如何赚钱，如何报答院长。但钱这个东西是赚不够的，你赚了一点，就会想赚更多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去想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。直到遇见了你，生活这个词对于我来说才变得具象化。我所构想的美好生活里，处处都有你。在南梦湖的这几日，你开心吗？当然开心。短短几日，让我想起了18岁那年的无数朝夕。那我们不回江都了，就留在此处，长此以往的快意下去。你在江都可是有事未了？重要吗？重要。若了结此事呢？你说什么？若陛下听了你的劝，不再穷兵黩武、大肆北伐，你是否愿意离开镜花楼，离开江都，与我结庐南梦湖，相守下去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陛下的新政我都听说了。若非此事，你为何要找他？此事关乎生国万千百姓，且李丞相对我陆家有恩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应该阻止陛下的行为。若我能了结此事呢？你有想好什么对策吗？你只需相信我便可。还是刚才的问题，你愿意吗？那怎么能轻易答应你呢？你到底想好什么对策了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刀？难道你是要用这个去刺杀陛下？我都答应你了，不用暴力解决问题，你怎么总带偏见看我？你这个人呢，总是不按章法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子，我哪里猜得透你啊？带回江都，我与你细细道来。风波平息了，你的心事也该了了吧？是啊，希望陛下能做一个圣明的君王，这样我们俩就可以结庐南梦，过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赵启龙，不好，陛下有危险！朝廷的事，自有朝廷的人去解决。你我不过平头百姓，能力有限。
能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的玉佩呢？在这儿，还好没有摔坏。你哪来的这玉佩啊？你说什么？难道陆渊曾与我说过这玉佩的来历？我与你分开这几年，经历了很多，有些事记不清了。你再跟我讲讲。这玉佩，你当真不记得？它对你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鱼在水中游，是为也是头，往事已成空，还如萦梦中。原来那一夜你梦中的呓语，竟全都是真的。你可以不记得家中的那棵玉兰树，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记这块玉佩。你我之间真的注定陌路吗？希望已杨柳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小姐，你当真要进宫吗？不要去。我知道，你想要制衡李庸，你想要保住陛下的性命，但你知道你这样做，你会死的。我早就死了，不是吗？对你来说，我不过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陌生人罢了。你是否想说，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却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不是因为外界的桎梏，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只是因为他的过去是你的未来，只是因为我来自很遥远的地方，只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。只是因为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我该走了。不要走！你既知晓，那我便一五一十的把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。不必了。若我的命运已成定局，不告诉我，反而是一种仁慈。至少我还有所期盼。真的没办法改变了吗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沈公子，
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我不走了，以后每个上巳节我都陪你好好过。你是否愿意离开镜花楼，离开江都，与我结庐南梦湖，相守下去？雨华，到皇宫了吗？雨华，雨华，沈不言，怎么是你啊？沈公子，我希望你能给小姐琴瑟和鸣，弦语野鹤的一生。我希望小姐永远幸福。小姐，一定要幸福啊！你为何要干受命运的败布？你就不能自私一点吗？就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吗？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古人在想什么。一个国家的命运，为什么非要由你来背负？我们远离朝堂，到世外桃源共度一生，不好吗？这天下与你何干啊？沈公子，你之前问我是否愿意与你结庐南梦湖，我现在回答你，我想，非常、非常、非常的想。那是一个哪怕想想也足以温暖一生的美梦。可我若是为了一己私欲，与你隐居南梦湖，那千纸里云，昭雪沉冤之事就没有人会去做。我不知道你那个时代的人们会如何选择，但这便是一个生活在缘起元年、胜过平凡女子的答案。也许我和你身上都有不同的使命，带着不同的使命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未来我们还会遇见，但请沈公子一定不要试图阻止我。我转身逆流而上，祝你的接盘。对不起，与你相见的每一次，我想的都是如何去改变那一夜，从来没给过你真正的温暖和陪伴。再也等不到执手相看。好了，明年咱们还要一起过上巳节呢，不就是进宫吗？我陪你。哼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陛下特封的沈丞相。当然了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这丞相之位嘛，我暂时让给李用。我想想，我进宫之后干嘛？是了，御厨。沈公子，当真愿与我一起求于这深宫之中？当然了，只要能陪着你，干什么都行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，只要与你一起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再与你初见模样。那让本长公想想，要你做一个什么好呢？有了，沈公子不如做一个起居郎怎么样？沈先生，你快醒醒！沈公子，没事，刚被雷吓了一跳。我想好了，有你陪着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等到时候推翻李庸，昭雪真相，我们就一起解路南梦湖。150交电完毕。然后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但是现在，上午下加速生产，150交后退1步。沈不言，200交后退，再次生产。沈不言。怎么停了？沈不言，沈不言。先生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的玉佩，先生，停车！哎，先生，他还在等我，他还在等我，他还在等我。玉佩，玉佩，我只要回去一次，哪怕只是告诉他，未来的某一天我一定，玉佩，沈不言，若真有下一次，我不要与你相遇。